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3例本土病例，有25例境外病例。本土病例有4例，甲高雄港区有关系。桃园是增加6例，其中有3例佮找无感染源，有1例是住伫龙潭的退休人员哦，甲一对姊妹啊。但市长嘛讲，这2案得爱特别注意。另外，下晡嘛有151万吨的莫德纳疫苗会送来台湾，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13例哈，那等于是境外移入的有25例。那昨天采了2619人哈，那就没有人确诊。但是加值园区在今天哈仍然也要在全部的采对。高雄的案例到目前来讲，还是跟原来这港区相关的公司那诊所的3位是没有，那就少了一条线。相关那时候有匡列的诊所有匡列的时候都会来解除。以桃园的案例大概就是刚才讲有3位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关心的。一位是刚才讲住在龙潭那58岁的退休人员，那2位小孩子6岁3岁的姐妹这也是目前它的关联性还不明。那2个比较小的群聚一个是礁溪礁溪的饭店，那多了1位房仲这也多了1位友人。这样13个案例里也有4位是我们本来在居隔转阳，所以相对在今天来看这疫情并没有再扩大。时间是从明天1月26号开始到1月27号下午4点。那我们在预约的上面也是用分流的方式来进行打的期间是从2月7号到2月13。过去2冬外，全球已经有超过3亿人患着武汉肺炎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500万人哦。中研院等单位最近成功开发一款快速检测病毒的晶片，高一项的样品3分钟就会有结果，做几套的嘛只要20分钟哦。就算病毒量真少，无症状的人嘛拢验得出来。这款的检测晶片，伫去年底嘛已经取得试数，紧急使用授权咯。甲晶片插入去仪器内底，再搁甲检体注入去，几分钟了后，就会当检测出敢是有新冠病毒。不管是 PCR 或者是快筛，其实都是光学，就是你用眼睛可以看到的。全电学的跟它的差别就是它其实灵敏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PCR 其实它需要经过时间去复制它要测的那段序列，但是我们的话，它的病毒的量还非常微量的时候，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晶片就可以检测到。目前新冠病毒的检测有抗原快筛、抗体快筛，还有 PCR 核酸检测。这2种快筛需要的时间较短，不过验出假阴性或者是假阳性的可能性较大。若 PCR 的准确度悬，不过需要的时间就较久。这款新冠病毒快筛检测晶片，甲 PCR 采检来比，是使用电学检测的目标是抗体甲核酸。伫检测的初期或者是无症状的患者，用验喙烂或者是弄鼻啊、试剂等等的方式，上紧3分钟，上久20分钟内，就会当得到准确检测的结果。我们测的是核酸，所以我们会去看我们到底上面做的那些核酸是不是现在变异株是也可以做到的。Omicron 啊，或之前 Delta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测到的范围。那如果未来有我们没有办法测到的范围的话，也只需要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可以重新去开发好这样一个新的检测晶片。有161次的一个检测阳性还有阴性的一个一致性都是100%，然后它的敏感性跟特异性都超过95% 以上。我想这个是在任何一个检验的方式都是相当不容易的这项技术是使用中研院开发的生物设计中效电晶体平台，结合家己开发的检测技术，未来除了新冠肺炎以外，也会发展到特定癌症的分析。目前这套检测的晶片已经摕到台湾甲美国的专利，也有是药署的紧急使用授权。按算伫2月份会上市，希望产业、学术、研发、医疗的合作，会当协助国内防疫更较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远雄自由贸易港区阿雄的群聚案，计共已经有102个人患着病，今仔会将对方列做红区的区域移工的宿舍第2届验 PCR。桃园市长郑文灿是预估应该有人会验着病毒。伫桃园北德区的幼儿园嘛传出讲有囡仔确诊，学校停课14天。远雄自由贸易港区阿雄群聚案，目前累计达到102人确诊，其中外籍移工69位。25将针对列为安区的嘉德区甲移工宿舍进行 PCR 理采，桃园市府预估也会有部分确诊。今天呢，
远雄自由贸易港区哦，针对这个加值园区以及宿舍，好，这个部分是所谓的红区，会进行二采，二采也有可能有部分会呈现阳性。针对远雄自由贸易港区清零计划，市长郑文灿表示，采取多站处扩大采检，摆以针对货运站快递区加物流区采检，2619人全部阴性。另外，社区采检站采检4235回也拢是阴性。另外，这个有足迹活动关联的是鸿海的南坎厂，那我们进行了职场753人的专案采检。那目前结果也都是阴性。幼龄园4个位进行清消，汤圆各传出有幼儿确诊。因为是卫生纸通知我们的啊，可是家长都没有，是家长不确诊，然后小孩子1个多礼拜没有来了，所以我们是预防性筛检。里面的所有的孩子就是要等到卫生局来做全部的筛检之后，才可以让我们带走。建议我们如果说有近距离接触的家长，也可以一起做筛检。教育局紧急宣布，北地区加贝尔幼儿园停课14天，由病院禁止园所替全部师生进行采检。另外，甲倒一条传播链有关系，由员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到达已经54例本土病例了，市政府嘛要求爱落实实验制，今仔嘛去传统市场稽查，呼吁民众水暗就爱挂好，实验制佮有泵体温哦，拢爱开始做好，无就袂当伫餐厅内底用餐咯。目前嘛已经有餐厅已经无要互消费者伫店内食物件咯。来到高雄高山第一市场，当地有外围的单位，嘛有市场内底的摊商。若要入去市场，包括外围的实验制在内，爱扫2届，所有民众想要硬装。从25号开始，市府加强实验制的稽查，呼吁民众甲店家配合。若违规，有可能开罚3000块以上的罚金。初步了解，95%以上的民众甲店家拢有符合规定，敢若一寡轻忽的状况。都没有拿下来吗？对，为什么？防疫啊，防疫要做好啊。更认真一点，就是对于防疫这一块。不会，现在因为疫情已经延烧一段时间了。食食类的实验制更加是要求的重点。市府强调，若是违规，看到阁无爱听，会禁止着伫内底食物件。伫扫实验制的时阵，市府嘛建议民众家己用家己的手机来扫码，因为常常看到，若伫实验制后壁加人数，会出现着乱码。几个人这个部分就不会显示，反而是成为乱码。每个民众手上如果有手机的话，每一个都扫。因为现在是不能内用的吗？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礼拜天。明天的疫情庆关，高雄嘛有连锁餐厅率先来停止着伫内底食。23号开始，门市拢无开放内用，敢会当外炸也是外送。初步规划要实施2个礼拜，后续要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宽个人报道。来看高雄1821这个哦，伫10月16发病之前，捌去过台南安平一间餐厅食喜酒。台南市卫生局嘛呼吁讲，嘛捌伫同时间去过这间餐厅的民众，就爱主动去体检哦。也毋过同一天伫无共厅，请人客一个新娘，就去向民代定情，讲迄天来的人客，大人拢有扫实验制。政府应该爱用简讯来通知因去体检哦，拢无要通知，就叫民众家己爱去做检验，受一点无负责任。防疫人员来到高雄确诊案1821来过餐厅内底咧斟酌消毒。台南市卫生局搁较直接伫遮设体检站，希望有来过遮的民众爱紧来体检。加上到目前为止拢是阴性的。不如个当天伫同一间宴会厅内底咧食到的这个新娘伊咧投讲，卫生局要求因都爱家己来通知迄天有参加百外的这个亲友，因家己拢爱去病院来做体检。不过现场明明都有实施实验制，政府却无透过简讯甲因通知。医院那个餐厅都有做实名制了，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打电话？那有人说呢，简讯传一传不是比较快吗？那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因为一个一个打电话有时间性的落差。新人表示讲，确诊者是伫隔壁宴会厅，所以要求因都爱家己打电话来通知，而且伫通知的时阵，亲戚朋友拢咧嗨餐，会感觉真委屈。宾客有些行业真的是很敏感，就是像学校啊、医院啊、护士啊，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已经就是从吃喜宴到被通知已经隔了很多天，然后接触的人也很多。
台南市卫生局表示讲，因为烦恼有查无到的，所以就请当事者来协助通知，因为当事者上清楚人客名单，这嘛是高不二中的做法。通知名单上，由于实联制的部分，有的稀办参加，有的只有一人扫 QR code， 有的只有千里簿，所以才会请当事人先行协助通知亲友，下午尽快至裁剪站裁剪。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表示讲，伫事后有摕到资料，对这个居家隔离、自我健康管理拢有另外通知，这毋是咧卸责任，只是望讲伫上短时间内通来甲掌握。因若新人因遭受到的这个委屈，因感觉真歹势，嘛望讲一切以防疫为重，大家互相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本土疫情的炭烧已经有真侪条的传播链哦，虽然只有15例本土病例，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甲医师拢坦白讲哦，危机并无解除，社区嘛是更有风险。嘛讲咱台湾目前阁无甲病毒共存的本钱。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嘛去桃园龟山的集中检疫所视察，嘛呼吁民众哦，着爱赶紧去注预防针。打开完扩大疫情的会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后一站就来到桃园龟山集中检疫所来巡查。面对疫情还阁咧传，咱国内还阁无本钱通放零。指挥中心正有启动轻症分流的措施，包含新北、泰山、桃园龟山集中检疫所拢有来参加分流。伫所内有这相必的药物、医师看诊，还阁有这后送救护车，拢传到真侪全，安尼通来保护规个路线会当较安全。这波的变种病毒特性就是传播快，但症状轻。我们所有的药品准备足够，而且口服的药品也陆续进来。我们用轻症分流也执行顺利，减轻医疗的负担。虽然24本土案例有比进前2天看起来有落真侪，不过医师就提醒讲，这款的数字无法度代表讲咱台湾已经来脱离风险。假使确诊者若会当找到烧话源头，安尼就会当来放较松人。不过若是讲伫一天以内有10例以上找袂到源头，咱国内就有可能会考虑讲是毋是要来进入升3级警戒的可能性，因为咱台湾目前还阁无和病毒共存的本钱。虽然我们有打疫苗已经到70%多，但是实际上我们感染者的数目是相对的少哦。那与病毒共存的话，就要需要2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说感染者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哦，再加上疫苗的覆盖率超过差不多85%到90%以上，那这样才有与病毒共存的本钱。年关得要到了，民众南来北往的机会加真多。苏贞昌表示讲，咱国人需要较谨慎的，不过唔免惊吓。25这天嘛有150万剂莫德纳疫苗到货，希望民众会当照家己的这个流程来做安排，赶紧来做疫苗，通保护家己，嘛通保护咱家己厝内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今仔出发去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准备27要参加洪都拉斯新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有3项任务交代，包括深化邦谊、深化合作，甲深化民主台湾的国际参与。赖清德伫出发之前，嘛伫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这是我担任副总统以来第一次出访，虽然疫情严峻，但是能够为国效劳。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责任。我们将带着蔡英文总统的期许过境美国，也会带着国产的各种防疫物资送给洪都拉斯人民。在卡斯楚总统就任的第一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具体的作为，展现深化邦谊。以及对新任政府的支持。赖清德带领20来个人的团，展开6天5暝的行程，会甲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佮有友邦贝里斯的总统会谈。因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会出席卡斯楚的就职典礼哦，赖清德是有机会甲贺锦丽讲到话。赖清德这阵往回哦，拢会过境美国，去的时阵会先去洛杉矶来停留，回来的时阵会伫旧金山来过境哦。因为防疫按算会以时薪的方式，甲美国的政要来开会，甲交界来互动。
再来看本土疫情的滚价，观光业甲饭店拢受到影响。经济部公布，餐饮业去年营收是7280亿，是比前一档衰退6.4%，嘛是史上第2惨哦。另外，前行政院长陈昌嘛讲，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嘛讲加靠政府开giá物件，港有起价根本无路用。也毋过，台湾经济研究院学者是认为讲，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是未超过2%，通货膨胀的压力无遐尼大。最近物价直直起，为了阻挡绑架情形，政府积极开闸，要来压制乌白联合起价甲囤货行为。不过，前行政院长陈昌最近接受媒体专访，伊讲，敢若靠开闸计数是无法度压制物价起价情形。伊讲，通货膨胀已经来啊。不过，台经院学者并无认同，因认为讲政府积极稳定民生物资的计数，嘛吸收油价起价部分。根据主计总处的预测，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豆豆转好 ，CPI 伫1.61%，估计今年规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未超过2%。有些东西还是要看数字说话。那政府也在极力稳定物价，上半年物价基期会比较高一点哈，所以整年来讲应该不会超过2%。台经院嘛公布上新营业气候测验点，三大行业、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拢呈现成长的趋势。不过，这项调查的数据是去年12月份，是属于进前的指标，本土疫情还未大爆发。今年1月份受到Omicron疫情的影响，饭店、观光业已经出现侪退订的人阵，恐惊还会冲击到餐饮服务业。去年餐饮业的营收是7280亿，已经衰退6.4%，是历史上的第2歹。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变化是真大。没有看到说餐饮业禁止禁止内用团膳那个部分一起聚餐这个部分会受到影响，但是小吃业其实影响比较不大。今年的话，在这个去年相对低的一个基期啦，内需导向型的服务业呢就会有比较显著复苏的迹象。台经院公布今年经济预测，甲主计总处是差不多 ，GDP 年增率预估达拢超过4%。不过强调讲，今年是充满变数的一年，包括美国货币政策、升利息、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有疫情，拢有可能影响台湾经济成长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物流业者因为春节订单甲疫情影响，已经暂停收送到苗栗以北县市的包裹，所以有真侪需要低温运送的物件，拢无法度送咯。配合县政府嘛，赶紧甲航空公司、货运业者来协调，今仔开始到30号，一档是会当到3天来送100件冷冻包裹。甲民众注文限量的牌仔、露营用品、甲衫啊等等的商品，一个一个做检查，确定无问题了后，就开始包装。官方为着要出货是无用试试，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新正都要到啊，袂少民众伫咧网络买物件，提经济大幅度成长。可比即间真有名卖牌仔的业者，但要出货的箱啊是贴甲敢若山共款，每一工至少爱出货2届，才会当甲订单拢消化出去。像大红色的包包，拜年的时候必备。还有因为疫情升温嘛，所以露营的产品反而最近也销售的状况很不错。1月初，我们的宅配业者就有跟我们说，最后出货大概到什么时候？物流大爆炸，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尽办法，就是出到最后一刻啦。因为新正订单的量超磅，也有疫情的影响，国内有物流的业者就发公告表示，暂停收配送寄去苗栗以北县市的包裹，真侪青菜甲肉品拢无法度寄。货运成都工会就讲，最近订单的量是日头增加3倍至4倍，确实有甲人客讲会做相关服务的调整。亲像原本1天至3天内就会送到位的货，今嘛可能拢要4天至5天才收会到。客人或者是一些消费者，他还没有寄的，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寄的话，我们会先告知有这样子的风险，可能3天到4天才会到。那如果有保存期限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不要寄。为了解决停送北台湾提配订单，造成澎湖海产提配业者无法度出货，澎湖县政府出面斗3天，赶紧甲航空公司还有货运业者来协调。为即嘛开始到1月30，每一天暂时提供100件寄冷冻提配服务，以使用者拿钱的方式来进行。那我们是采用接力的方式在澎湖这一边由我们公测会当做窗口会来受理我们业者这边的订单，不过我们也会视需求还有就货运业者他们提供的量能我们会动态来调整。澎湖县府表示，接到订单了后，会用空运送去上山机场，再去台北。县府台北办公室会派人到领货，再交予货运公司两人提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东的往来死客嘛，因为货运量上过大，无法度送哦，互农民是真烦恼，讲会难去。中华邮政对18开始，一天是加派2台货车来斗相共农民送死客，也毋过想要伫过年之前甲往来死客拢送出去，嘛是无啥可能。台东县传出提皮订单超磅，毋敢搁接往来死客，才会请的水果的订单。即马中华邮政出面斗相共，台东邮局的货运车就驶去往来死客的包装场，再来斗载农民买落来一箱一箱的往来死客。伫邮局的邮件处理中心，嘛甲农民送来要寄出去的往来死客，整个好势准备要送货。台东邮局表示，为1月17到24，已经寄出2万多箱的往来死客。我们是用快捷交寄嘛，快捷交寄的话，没有意外的话是可以在隔天就送达。即马台东县的往来死客要当地的大出，毋过就算有邮局斗3工来出货，也是有可能因为运量伤过大，袂赴送出去。有农民已经做上歹拍算，按算袂搁接订单，或者水果直接伫咧树仔顶烂去。毋过县府已经有规划，伫咧过年期间要替农民申请路权，互民众会当伫咧车路边卖死客。不然就撑到过年后这样子。这样水果不会坏掉吗？就是怕天气一热起来的话，就会那个掉货，因为它已经够熟了。我们会希望以百花齐放的方式让我们农民朋友去参加，自己组成可能3台小发财车、5台小发财车，就会在一些比较人潮聚集的定点，那我们也会来协助他们申请路权。科家好讲，因为最近货运的量大超磅，规个是大塞车，台东的农产品包括米、茶米，也有柑仔等等，嘛拢传出有农民停止接订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有一个有轻度智能障碍的李先生，伫中华市的夜市做散工哦，也毋过若是反应较慢哦，头家得对伊起骹动手，李先生的身躯拢是伤哦。最近李先生嘛提出伤害的告诉，警方是要求头家爱来厘清案情，中华县的社会处嘛已经展开调查咯。李先生手骨头全部拢是大片乌青，范围是非常宽。伊指控是被打工的单位头家挑工乌白拍来造成的。叫你销，啊是讲你这行会含慢啊是？系对含慢。讲你含慢。嘿。啊，甲你拍几届？3届。李先生表示，这个月17号开始到中华市的精神夜市，一个快炒单位来打工。不过伊患有轻度的智能障碍，动作甲听话小可有较慢，无法度立即来反应，就被头家出手乌白拍，甚至也着扫手直接讲，所以伫朋友陪同之下提过伤害。老板是正常人他有智能不足的情况之下，你还要这样欺负他，动手打他。2天工作时间，老板只给他500块的薪水。那在昨天晚上，我们就通知这个犯罪嫌疑人到案说明。李先生朋友指出，头家知影已经被提告，阁私底下付1500块，申请双方已经和解。而头家伫网络搁伫铺文，强调高薪甲福利好，来去因打工者，反倒阁有人受害。而中华县社会处嘛派人了解，也这是毋是涉及到违法？针对他最近发生的一个工作霸凌的事件我们这个部分已经有请我们的保护科跟警方来全力配合来协助。中华县社会处指出，李先生是列册的新疆福利好，平时4月伫打工生活，伫咧后续协助来就业。如果业者确认违反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事实，嘛就会追究相关的责任。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英国最近为着病甲断院的人数拢有较长和。英国嘛宣布讲有做过2档疫苗旅客入境就毋免去体检咯。世界卫生组织总是强调讲，虽然奥密克戎有可能会互疫情变甲流行感冒同款哦，也毋过目前嘛是个真危险，嘛毋是疫情最后的阶段。世卫组织伫咧24即天强调讲，Omicron 的变异病毒株伫咧过去9礼拜以来全球已经有超过8,000万人确诊，嘛已经有超过2020年规年的总数量。疫情未来的倾向是真恶劣推测，不过会当来肯定的是，目前还佫毋是疫情上尾的坎站。But it's dangerous to assume that Omicron will be the last variant or that we are in the end game. On the contrary.Globally, the conditions are ideal for more variants to emerge. 世卫组织强调讲，过去1礼拜每3秒就有新增加100个确诊的案例，每12秒就有1个人因为染病来死去。
除非讲到今年的中段，各国的疫苗的注射率有达到70%，全球才有可能伫今年来脱离疫情上较严重的坎站。不过，认为未来爱甲这个病毒共存，这是一定爱拄当到的课题。因为美国的流行病专家嘛认为讲，甲病毒共存，恐惊会来成做定局。And therefore, the future, I think, is really all about how do we live with COVID, but also how do we minimize the risk, and particularly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美国前几个礼拜前，伊估一天过来破130万病例的这个记录了后，目前无论是新增加的这个确诊者，也是讲这个带病院的人，拢伫咧快速咧下降。白宫的首席医疗团队佛奇办批讲，美国的疫情会伫咧2月中旬来达到上高峰了后会来头仔来送人。因为英国的疫情嘛开始来下降，英国中央政府伫咧即礼拜会来甲取消挂喙嗡的政策。24嘛宣布讲，从2月10日开始，飞到英国的人，只要若是做过2剂新冠疫苗的旅客，因入境拢唔免过来去做病毒的体检。It's obvious to me now that border testing for vaccinated travellers ha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and we're therefore scrapping all travel tests for vaccinated people. 因为目前含入去派对丑闻的这个防调查的英国首相强生，又搁有去媒体甲逼讲。伫咧2020年6月，英国第一遍封城的时阵，家己煞伫咧东陵街10号的这个官邸内底来举行生日派对，伫咧官邸内底就有聚集30外人。因为迄当阵，英国政府是禁止所有室内的聚会。英国的在野党强调讲，强生就爱来落台。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墨西哥互认为讲是对记者来讲上危险的国家之一。今年头1个月就有3个记者互杀死。有一个查某记者之前嘛表示讲，伊甲政治人物有劳资纠纷嘛真烦恼讲伊家己的性命安全。结果2、3就发现讲伊互枪杀啦。相关对记者来讲真危险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伫昨某一个电视台记者互枪杀死亡。警方将遭到枪击的巴基斯坦记者夏海遗体搬上救护车，伊的母亲听到消息，哭甲强要昏去。伊互枪击地点离拉合尔记者俱乐部无远，工业非常的受气上街，要求当局负责的交代。मुलजमान को अरेस्ट करने के लिए हमने 3 टीमें बनाई हैं, एक CIA की टीम है, इन्वेस्टिगेशन की टीम है, हमारी ऑपरेशन विंग की टीम है。夏海是拉合尔电视电视记者，目前犹原无清楚为虾米互枪击。根据美国纽约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刑案指数。巴基斯坦列伫全球第9名。对采访记者来讲，巴基斯坦一直拢是真危险的国家。同款对记者非常不利的国家墨西哥、里萨维亚马，伫西北边境城市提华纳有数十年采访经验的女记者马多纳多·罗培兹，互发现死伫家己的车内。马多纳多捌伫2019年直接向总统欧布拉多发救，表示家己甲下加州州长潘尼拉有劳资纠纷，性命受到威胁。前3晚捌对外表示，伊控诉互潘尼拉的媒体公司恶意开除，官司拍9年总算胜诉。顶礼拜相关报道指出，这间媒体公司方下令爱支付马多纳多赔偿金。Lamentablemente, pues sucedió esto, la asesinan. Hay que ver el móvil, si hay vinculación con lo de la denuncia de tipo laboral。在国际上，墨西哥对记者来讲是相当危险的国家之一。今年到今已经有3名记者被杀害。17才发生专走帮派犯罪甲爆料新闻的49岁记者马丁尼兹头壳中弹身亡。有记者问总统欧布拉多，到底当局爱安怎做，才会当予记者安全自由的采访？欧布拉多表示，当局当然想要惊出已经受万的腐败甲暴力，互批评是推卸责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情势真紧张哦。美国打宣布讲，准备派出8500的美军来协助北约。北约嘛已经要求东欧的国家嘛爱准备。罗西亚的军队嘛已经前往白俄罗斯军事演习。克里姆林宫是表示，因为安尼做，拢是互美国甲北约所逼。俄罗斯甲西方国家之间因为莫斯科当局打算要出兵乌克兰，情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24刊登于白宫开会，五角大楼证实有比8500名军力以高度戒备应对乌克兰局势，协防北约。严国部表示，美军会负什么重大责任 ？If NATO should activate the NRF, or if
other situations develop. No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 to deploy any for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t this time. We've always said we would reinforce our allies on the eastern flank. 在乌克兰边境已经部署10万军力的俄罗斯否认入侵计划，继续派兵去白俄罗斯参加军事演习，讲拢是因为美国甲北约动作真多才会紧张。Приним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ша с вам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была обеспечена на должном уров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были обеспечены. 美国、英国拢甲驻乌克兰使馆的人员撤走，表示情势无安全。北约也宣布派兵到东欧太平。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二是发声明，讲北约会继续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捍卫所有的盟国，并且欢迎盟国伫咧军事方面提供协助。而即马丹麦会派军舰，抑个部署 F-16战机到立陶宛，西班牙派军舰加入北约的海军部队，另外派4台战斗机到保加利亚，法国准备要派兵到罗马尼亚。爱尔兰宣布，俄罗斯原本伫咧爱尔兰外海军演无受欢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的消息，咱来看，为着要让猫仔狗有专用的休困活动的空间哦，花莲县政府特别伫美伦溪水头沙坡地设东部头一座的宠物运动公园，除了会当让猫仔狗来遮走跳哦，嘛会当伫遮办理流浪动物的领养。经过1年兴建，花莲第一座宠物公园开放啊！达到4000外平方公尺的场地，以围篱分别出大型狗甲小型狗区域，内底也有坡影栈道、背行栈道、洗卡地等设施。上重要的是，狗屎地啊也免费提供。我们在外面遛狗，其实有的时候会被不喜欢宠物的人歧视，他们好像随时随地认为我们的狗会咬他们。所以我们在外面遛狗的时候根本不敢放开。那有宠物公园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对宠物是友善的。这个公是东台湾第一座宠物运动公园，是花莲县机关筹备会所争取。去年9月动工年底完成，开800花盘。为了避免影响其他无爱猫仔狗的民众，县府最后选择兴建伫美伦溪高滩地，呼吁所有人爱惜。我想这个我们除了用宣导或者是告示的方式有时候这个设施损坏是免不了了。我们以后就会增加预算去做一些管养的部分。也不过不少民众反映，新的宠物公园也的所在不足，希望县府改善。在今年的植树节，我们会在周边会植上遮阴的树木，让我们的宠物以及我们的饲主都能够有一个更安适、更妥适的环境。农业处强调，花莲县有4万多只宠物犬，若要提供认养流浪狗，宠物运动公园也会定期办理流浪猫仔狗认养活动，以提供认养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虽然当开予传统的名，也毋过伫身份证顶头嘛是爱阁有汉名哦。有原住民就向户政机关来申请，表示讲要用族语拼音的就好，也毋过是互拒绝，因的诉愿嘛互驳回，后来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今仔头一届开庭。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多一个单列族民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把族民文化传承下去，让它被使用、被流传，而不是仅仅用一排小小的字并列在身份证上。提出证件，讲出伊满腹的无奈。原住民因为目前的法规，登记名姓时阵，袂当以原住民族的文字来拼音，单独列伫身份证顶悬，都爱甲汉名或者是汉字音译的族语，做伙写伫咧身份证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姓名可以被正确的发音跟书写。面对原住民族语言中的气音、浊音、喉塞音等等。这些是博大精深的华语或汉字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有7个原住民的族人以单独族语拼音的方式，甲户政事务所申请开户族名，煞去互拒绝，提诉愿嘛去互驳回。当事人认为讲，以传统文化号名，应该受到宪法平等权，也佮有原住民文化权等等的保障，嘛是国际两公约等等国际公约宣示的权利，所以影响中正甲淡水等等的户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机构头一届开庭审理。就是说，目前的规定是这样，我们当然就是依内政部的规定来办理，从内政部，然后各县市政府到户所是都有一致的一个法令的一条边的规定。户政机关是回应讲，一切拢依目前的规定来办理。不过对这个原住民的族人来讲，华文汉字无法度明确来表达原住民名姓的发音也有意义，毋望透过司法争取开予因传统的名姓。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的冲击有袂少家长失业，嘛影响到因的家庭。早起伫一场公听会，医护人员甲妇女救援基金会拢呼吁讲，应该爱重视伫疫情期间青少年自杀甲医校伫网络受到性剥削的问题。青少年自杀或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议题，在疫情期间是需要高度关注的。因为真重要，所以要讲三届。李福人民主任李鸿文会在出席立法院公听会，大声呼吁各界重视。因为青少年的自杀率到108年的10年间，上低是0.8%，上悬是108年的3.9%，成长为4.9倍。但李福人民调查1800外个高中生发现，因为将近8成拢无使用过学校辅导室的资源。最让我们担心的是说，在青少年的死因当中，他已经自杀这个议题已经窜升到第2位了。孩子都生得这么少了，我们的孩子还死于自杀的情况越来越多。妇女救援基金会指出，若通报青少年自杀案，未少自杀防治中心无一定会受理，定因为对象是未成年，显示社会对青少年重视度无够。另外，疫情期间离校上网时间大增加，嘛互因伫网络顶头拄到性剥削，像传送裸照、约见面、发生性行为等不同的事件嘛，对咧增加。我们发现有超过半数被诱拐的那个青少年的部分，他未成年的部分，他被要求要提供性私密影像哈。而在国民党立委举行疫情对离校生活冲击的公听会，指出离校毋若面对着病毒的威胁，佫真有可能拄着家庭暴力。立委张玉美指出，疫情期间家暴受害人来到新县有11.4万人，其中超过1成是12岁以下的离校。使人佫较烦恼的是，佫有佫较侪无通报的乌数。记者林美平要做台北报道。大学学测连结束，说来有的考生会参加7月份的分科测验哦。也毋过教联会最近是讨论讲，算分数的方式敢要调整，都有家长团体望教联会哦，毋通违反听数伦理，影响到考生的心情。108考讲头一届的高中生，除了爱做学习日程档案，佮爱面对大学考试的新制度。有学生家长表示，囡仔已经够忝啊，想怎半冬了后，分科测验的分数计算基准，佮有可能要改咧。孩子、家长跟学校，我们要去重新理解这样一个制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要去更动，招联会我们不如把它废除掉算了。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强调讲，积分计算基准袂当干那考虑顶标囡仔。台湾家长教育联盟举例，若是有4万名考生，甲前100考生的平均分数用67分，该做采用前0.1%的考生，基准为400人变做40人，区间变大，积分之间的差距变小，大部分的囡仔会较艰苦。4万人里面的400位同学，难道他们不算是佼佼者吗？为什么一定只能取到40位才算是佼佼者，才能算他是满积分呢？家长团体表示，教联会调集人去年12月初10的说明会表示，已经解决可能超额的问题，现行制度并无问题，唔通违反定数伦理。伫记者会尾声，教联会执行秘书也表态：今天不是我们的记者会，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表达什么意见哈，我只是来听讲的。我希望能够在常委会里面把大家的意见纳入，来充分的讨论。教联会表示，27的常委会确实要讨论分数的计算基准，会参考家长的意见。家长团体是搁一摆呼吁，赶紧公布分科测验采用前100考生做满积分的计算基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蔡先生哦，伊早期的工作有接触到石棉，一直到退休了的11档哦，发现讲得到癌症，只要上班的认定哦是真困难。台中营政今仔宣布讲，要成立职业伤病预防甲重建中心哦，会讲提供劳工朋友跨科别的诊断，卖当来协助个案申请劳保给付的认定。早年台湾的铁厝甲工厂，常常以轻量防火的石棉厝遐来铺厝顶。蔡先生当时是做营造业，30年来持续伫咧这款的致癌环境当中。后来陆续有会喘、胸坎痛等等的症状出现，一直到2019年看医生的时阵，去用诊断出来腹肚内底有积水，得到恶性间皮细胞瘤。这个都不知道说伤害这么大，都无感觉讲对他不爽快。我的病是经过40年以后，发现
蔡先生2008年退休，诊断着癌已经是11年了后的代志。来到病院，唔知影爱挂倒一科，请求职业伤病认定，更加是困难重重。台中营总25号宣布成立职业伤病预防甲重建中心，是全台湾头一间以职灾劳工为主的医疗机构。院方除了提供蔡先生看无共科别的医疗，也有专人会使协助个案来申请劳保给付认定。透过我们有关于这个劳动基准的一些法规的一个专采，然后也了解说，他还有可以在请领这个失能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蔡先生适当的沟通，也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认定，那也协助他做这样的一个申请。台中营总表示，职业的伤病种类真多，有伤筋动骨的外伤，也有前复期关达几10年的内科疾病。劳权伫咧台湾慢慢受到重视，现在有医疗院所成立职业伤病的专责机构，也提供劳工朋友一个就医甲咨询的选择。记者台中报道。来看监察院调查发现，讲有真侪移工发生职业灾害了后，并无得到应该有的补偿。监察院嘛发现，讲无发出去的失能津贴超过4000万哦。今仔是公开呼吁劳动部应该好好检讨改善。他在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医疗，所以他自杀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工厂夺走了5个移工的指头。监委咧讲，台湾有一间无良心的工厂，头家为着要赶工，竟然因为这个机台伤过老旧，致死5个移工因受到早断机节的灾害，也佫有人因为安尼无法度得到好好的医疗照顾，致死者来轻生。监察院调查了后发现，讲有真侪移工发生职灾了后，竟然这个雇主还佫想尽办法要甲为难，安尼互移工因无法度得到应该有的补偿。甲或这个雇主安怎还嘛还袂惊，致死者移工因应领未领的这个失能津贴有超过4000万块。老旧机器又没有防呆机制，即使有防呆机制也把它关掉。如果说受伤了，断了手掌、断了手指，或是脊椎受伤，再换新的一批人来，这就是台湾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再重强调，这是失能移工用生命、用血肉换来的皮肉钱呐，这个不能说他们没来申请就算了哈。监委举行记者会，促请劳动部都要确实来检讨改善。对这件代志，劳动部回应讲，会尽心来检讨做改善。职灾的移工他返国后确实比较难联系，我们会利用该国驻台机构。还有仲介团体来主动联系通知符合申请资格的职灾的移工，即使他回国以后持续来申请失能生活津贴。劳动部强调讲，会通知符合申请资格的职灾移工申请失能的生活津贴。就算讲因已经返去因的国家，嘛来透过驻台机构的协助，互因会当来得到补助，通来保障移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某是一个文化古城，有真侪宗教活动哦。最近伫小人文化园区有一个用香科顶头做主题的展览，甲传统艺电甲现代的科技艺术来结合，带乡亲做伙来看卖。台南有天下第一香西港挂香是台南真重要的宗教活动，为着要甲香区内面的艺电表演透过现代技术保存落来，文化部就和台南市政府西港的庆安宫合作，伫小人文化园区规划一个艺电馆，甲西港挂香的艺电做完整的小解。另外加上现代科技，和艺电伫现代社会当中用无同款的艺术风格来呈现。我们希望艺政馆能够去呈现出台南艺政文化最新的。这种视觉形式呢，让过去我们不熟悉的这种空拍下面呈现的这种阵势的变化，因为它其实每一个阵势都有不同的名字，还有艺师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我们把地理的、把空间运动的、把身体姿势呢结合在这个视觉的界面上面，就是希望让台湾的文化生活更丰富、更迷人，以当代的样貌呈现在台湾民众跟全世界民众的面前。甲人相关互相传承的顶头是无形文化资产，也因为看袂到、摸袂到，就必须要透过记录的方式来做保存。上届特别是透过数位科技 GIS 记录顶头电发的变化，也甲每一个顶头艺术操演时阵流利的动作、表演的体态甲骹步手路全部拢记录落来。
下场馆内面遥控府城顶太子沙道宫本地古庙建材，正做是场馆布置的一部分，甚至家里进行宫涂立的新尊、李府千岁清水祖师加雷府大将一挂百年新尊，替身了后也伫遮典藏。下场馆唔但有文物的收藏，也透过每一部分的结合，互乡口文化对着新时代，呈现伫咱的目睭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文学馆最近出一本台文的故事册《红雅博物馆奇案笔记》哦，记录无同时代的女权人物，嘛来说明咱台湾女权的发展。大家进来看，出代志啊！故事一开始，代表传统女性的查某鬼红雅雄雄自杀，后来记者红雅介入。这是台文馆最近新出的台文绘本《红雅博物馆奇案笔记》，用现奇的手法来描绘女权的发展。记者呢，就是用差不多100当前的杨千鹤来做模型吼，来发展，伊就开始去调查，调查到落尾呢，咱才发觉讲，原来是因为伊对于讲100当前敢来当做鬼来服囚。这个方法呢，伊感觉已经无妥当啊！啊，要用什么方法呢？伊讲会当重生吼。伊想要一个无任何恐吓、全新的开始。对记者红雅开始调查诗人红雅、出版红雅、社运红雅等等，嘛上顶女性随时代改变，参与写册，甚至就街头嘛结合关注民文化，探讨生命。故事内底嘛写着无同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互大家熟悉性别人权的重要。比如讲一段吼，陈雪恶女书吼，这个是伊是一个同志女作家。啊，伊这个时间呢吼，伊算伫台湾较早开始伫推广同性作家的这个重要性吼。台文馆表示，女权的发展是台湾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查某鬼红雅选择重生，嘛显示传统女性较大偷开束缚、脱胎换骨的选择。记者陈亚文、徐凯、张学水台南报道。最近有民间基金会甲业者做伙推出12节收费的情景式台语课程哦，是一寡大家开始想要学台语的人正合用的教材。业者嘛表示哦，这收费的费用会全部拢用伫台语的推广甲时代的照顾。年仔节大团圆，亲情朋友满厝间，借问要安怎称呼？阿爸的阿兄叫做阿伯，阿伯因某叫阿姆，阿爸的小弟叫阿叔。阿叔因某叫阿静。用轻松活泼的对话开破生活中的台语用词，这是 Press Play 线顶课程公司加李港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出的台语公益课。课程收集也会专属用伫台语推广加老人教学。在整个课程里面分了2个部分，一个是一个完全免费让大家可以直接就来换的，是希望说伫咧贵你时阵，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学到一些台语话。那另外公益课程是需要付费，但是课程会全数把收入捐出去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是比较尽量都是采就是生活上可能会使用到台语的方式。负责课程的赖昭南老师讲，线顶课程的规划全靠经验的累积，除了爱有系统性，也要想办法请学生来上课。我把这个课程分做2部分。就是这个课程，唔是干那咧教台语的物件尔，我阁有用台语去讲足侪无共款的知识。迄阵咧经12个主书的时阵，我拢有挑工经，就是咱即马现代生活当中现代的物件、现代的主题、现代的情景。罗昭南表示，即摆下届合作甲基金会过去宣传方式有正大精彩，结合少年辈生活话题，加上新世代的行销手路，要甲台语拖出去更稳赞。记者杨淑静、夏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